大家好，我係阿 Keith。上次同大家拆解咗中山嘅市中心、東區同埋石岐。今次我哋同大家分析中山嘅東部，就係呢個火炬開發區同埋呢個馬鞍島。火炬開發區係中山老牌嘅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，有好好嘅呢個產業基礎，同埋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話佢有一批高質素、有消費能力嘅人口。GDP 長期都處於中山各個區鎮嘅第一或者第二位，有錢有人，城市建設亦都比較好。馬鞍島係翠欣新區嘅起步區，係深東通道奔陸中山嘅第一站，定位係高規格現代海濱新城，面對深圳嘅前海，係中山市未來發展嘅重要區域，亦都係去融入呢個大灣區嘅核心地方。自駕方面，由深圳出發，經深中通道第一站落橋就係馬鞍島，真正實現到呢一個深港嘅半小時生活圈。而火炬開發區就鄰近馬鞍島，經呢個高速公路接駁呢個大橋，其實車程都係講緊10至15分鐘左右嘅啫。另外，火炬嘅博覽中心佢有巴士翻呢個深圳嘅前海灣同埋呢個福田口岸，車費其實都係講緊17至到28蚊。我哋好多同事其實經常都會搭呢個巴士嘅，又平又舒服。道路交通方面，興建緊嘅南中珠城際，即係我哋講緊嘅廣州地鐵18號線嘅延長線，喺兩個區都有設站，分別係馬鞍島嘅香山站同埋火炬嘅火炬站同火炬西站。翻香港仲可以選擇坐船。舊嘅碼頭已經由原來嘅地方搬咗去馬鞍島，依家我哋可以喺馬鞍島直接坐船翻去香港嘅尖沙咀，船程都係講1個鐘頭左右嘅啫。新路配套方面，兩個地方分別會比較大，因為佢哋處於兩個唔同嘅發展階段。火炬區係屬於成熟期，目前佢有大型嘅百貨超市，其實 Walmart 都喺入邊嘅。另外亦都有1+1廣場同埋太陽城廣場呢啲咁嘅大商場。另外醫院方面咧，佢有中山開發區人民醫院。呢啲都係一個比較有名嘅醫院嚟嘅。馬鞍島就屬於建設期，佢目前落成嘅基本上都係啲產業園區為主，例如中山嘅生命科學園啦，以至到翠亨國際創科中心。較大型嘅商場基本上都仲係起緊未落成嘅階段，住戶日常嘅生活相對又冇咁方便。但係如果你話你要揾一啲有海景、綠化環境比較靚，成個居住環境係比較現代化嘅話咧，呢個地方可能啱你，但係你可能要等一等。教育資源方面，火炬相當唔錯嘅，其實。佢本身有火炬一中啦，同埋有火炬開發區、中心小學呢啲咁嘅並校。馬鞍島方面已經進入咗中山紀念小學同埋一啲國際化嘅寄宿學校，未來嘅教育資源都相當唔錯。講到大家最關心嘅樓價，火炬開發區目前個樓價大約係11000至到15000蚊1平方米，以一個90平方米3房嘅住宅單位為例，入場價其實都係講緊100萬左右嘅啫。馬鞍島高峰期嘅住宅樓價，個別樓盤其實係賣到3萬蚊1平方米嘅。不過經歷咗目前嘅樓市調整之後咧，樓價大約係調整到係15000幾至到2萬蚊不等啦。同樣以一個90平方米嘅3房單位為例，入場價大概係140萬左右咯。最後幫大家總結一下，如果你話翻香港交通嚟講，兩個區火炬同埋馬鞍島基本上都有絕對嘅優勢。如果你嘅預算比較充足，而你亦都希望可以住喺一個全新規劃嘅居住環境，坐船、坐車翻香港同深圳都比較快嘅話咧，可以考慮馬鞍島。但係你要耐心等待區內嘅發展。如果你想兼顧性價比，同埋你可以即時擁有成熟嘅生活配套嘅話咧，咁可能火炬開發區會更加啱你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析咗中山嘅東部、馬鞍島同埋火炬開發區呢兩個地方啊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個區入邊嘅最新樓價資訊，以至到係香港人喺中山買樓按揭以至到匯款安排嘅話咧，大家可以打呢個電話或者 WhatsApp 我哋中原海外。好，我哋下集再見。